又要去補貨，當然要介紹埋好嘢俾大家。一支結合咗防曬、粉底、遮瑕嘅高效 BB Cream 係咪勁先？大油肌最驚就係起斑駁，油到會成忽底妝都移咗位，加水粉隨時甩得仲勁。春天用呢一支長效防水 BB Cream 就最啱，配合咗兩種遮瑕嘅粉體，防皮脂成分可以對抗油光同埋脫妝。佢仲有 Lasting Keep 嘅成分同埋 Touchproof 防花成分，真係做到佢官方所講，形成咗抗汗防水嘅妝膜。光亮無感妝效之下可以 hold 到個妝。春夏已經用咗一支，至少可以 keep 到朝九晚五。中途最多咧就用紙巾或者面油紙印一印。最神奇嘅係印完之後個妝感仲係完好無缺。官方好幾個好評嘅 comments 我都好認同。嗰日喺維坊 Tokyo Lifestyle 想補貨，1、2號色已經斷咗貨啦。真心自費推介，想買嘅你都快啲去睇下。